新竹县的新湖国中校园内面本地有4丛10多年的毛枝，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学校无通报县政府，就把树仔撤掉。也因为这个毛枝，也就是咱俗称的乌木，是有价值的树仔，学校无通报就撤掉，这款的做法引起争议。原本生甲真茂盛的树仔，即马变做这款模样。新竹县新湖国中校园内底4丛乌木树，最近互学校派人撤断。学校解说是因为树仔已经发觉影响到电线，佮加上6月风台季节的关系，为着安全，才会维护通报，就大声处理。过程里面如果有任何包括因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有任何的不当的地方，现在我们会去调查，那给予适当的处理方式。专家表示，这款大家合作台湾乌木树的门气算珍贵木材。以即摆撤掉的树仔大细来讲，4丛原木实际上就价值哇12万。它主要是做家具还有做一些比较工艺品。那20公分的话，大概有生长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植物一棵市价大概需要2-3万块。互人撤掉的乌木树，即阵流向倒位？学校讲有可能已经互厂商当作废弃物单雕，嘛承认行政缺失。教育局表示，需来进一步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